问汉堡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是汉堡哦，是来你看一下哦。敢若看到饱啊！我就感觉就像咱台湾的挂包嘛哦，所以我直接甲讲这是美国挂包。哦哟，嗯，阿姊，我这边的哦较特别，我这边叫做汉肉加，汉肉加就是甲肉当时安尼加落嘿，去甲。肉当做加落去，汉肉落去加啦。连肉都加落去，对啊，唔知道成汉堡啊。哦，加落去。就这简单。对啊，hamburger 就是美国的啊，嗯又不是台湾的啊。是啊你，讲一个美国较直接，就是联想到。哦，就无意思嘛。咱看迄个用美国挂包，伊是直接用伊迄外形，因为伊除了这皮以后以外，迄馒头以外，伊迄猪肉就拿咱的，伊的牛肉就拿咱的猪肉。是啊，伊的迄个葱啊头，也是迄个汤仔豆，就是哪像咱的盐水啦盐水，吼啊，伊的迄个水菜啦酱，就哪像咱的迄个土豆粉共款嘿嘿嘿，吼，所以用伊迄个形来讲拢有。啊，毋过即两个大家拢有咧讲。吼，无讲无正确。啊，你若现代的词有当时咱就是直接讲汉堡嘛是会使。汉堡